好，那我们现在呢来到了这个元草蒙古烤肉。Hello， 大家早安！我现在呢在圆山捷运站，然后呢我等一下就是从这边搭公车搭到林口这样子，然后呢我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去吃蒙古烤肉。好，那我们就等一下跟我一起去吧。好，大家，我刚刚呢下车，对，然后我今天要去的店家就是叫做元草蒙古烤肉酸菜白肉锅，对，然后我现在就是很期待去那边。好，那我们就跟我一起去吧。好，大家，我现在呢在路上，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我的导航，很久没有来到林口。好，大家，我刚刚呢终于就是走对方向了，刚刚有点就是小迷路。吃到饱啊！这边是羊肉炉哎，大家看，这个我后面的是写说羊肉炉。现在可能走路个3分钟吧，或是4分钟就到了。耶，好期待哟！好期待吃就是蒙古烤肉，因为我来到台湾之后，就是真的没有吃过什么蒙古烤肉啊什么的，所以今天就是很想要吃。天哪，大家，我看到了，也在我前面。现在呢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在我前面那个写说就是蒙古烤肉。大家有看到吗？写说蒙古烤肉酸菜白肉锅，耶！那我们去吧。好，大家，我们再等一下再进去吧。对，那我觉得台湾的夏天真的很神奇，就是很热。然后现在因为就是已经9月了嘛，然后现在在蒙古就是已经开始变秋天了，就是天气慢慢的开始变冷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的家人啊，我的朋友就是他们都说现在在蒙古就是有点冷，然后就是他们就开始穿什么外套啊什么的。然后呢，现在在台湾已经9月了，可是呢依然就是这么的热，天哪，好热哦！好，大家，我们等一下呢就要进去吃蒙古烤肉喽，好开心，好期待！是我在台湾首次体验的蒙古烤肉餐厅。自从看到这家店的名字叫元草，觉得非常的特别，也是一直都很想要来吃原汁原味的蒙古烤肉。
来到这家餐厅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提供非常多种类的肉品，像是鸡肉、猪肉、鹿肉、羊肉、樱桃鸭、牛五花，还有低脂牛肉。接着我们也要调制自己爱吃的酱汁咯，这边真的有很多的选择，像是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柠檬水、酒料、虾油、凤梨水等等。这边很贴心的就是他们很清楚的写上每个酱料的比例，然后就交给专业的师傅咯。这次是由老板亲自给我们翻炒，觉得好特别，好期待。所以它有一个就是说1匙2匙，我们就照那个比例下去调，那就不会差太多。但是喜欢的口味我自己再去调整、加重、减少，然后就会产生不同的口味。当然，你的肉啊、菜的搭配方式也会让口味不太一样。对，所以千变万化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来到了这个原炒蒙古烤肉。对，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开就是蒙古烤肉店呢？其实这个最开始是因为个人的偏好啦，比较喜欢吃蒙古烤肉，那一吃也吃了40几年。但是因为蒙古烤肉它越来越稀有了，就是说从早期的20-30家，可能现在全台湾剩不到5家。那这种正统的蒙古烤肉大概吃不太到了。那为了想要传承这个口味，这个特殊的一个料理方式，然后自己也很喜欢吃，怕以后会吃不到，所以我们就去学习然后来开设这家店。那你是从几年开始经营这个餐厅呢？说经营这个餐厅其实没有很长的时间啦，大概6年，但是吃这个料理吃了40几年所以说多多少少有一些概念，然后再去前辈那边学习，所以大概就是目前我们在这边林口的地区经营这个蒙古烤肉经营了6年。那就是到目前为止有没有蒙古人，就是真正的蒙古人来吃就是这边的蒙古烤肉呢？因缘际会之下，我们在刚开店的那一年，曾经有一位蒙古的大使路过我们这个地方，他就回头过来，刚好他们也还没有用膳，然后就很好奇的进来的有吃了一下。那据我们所知，他就是蒙古人。那您觉得蒙古烤肉的这个精神啊，就是蒙古烤肉的这个特色在哪里呢？我认为啦这是蒙古烤肉，就是以我们最早的吃法，就是桌上有肉有菜，让我们每个人可以自由去搭配你喜爱的肉品、蔬菜数量，然后包括说我们酱料的多寡，全部由自己去控制。那这有一点 DIY 的乐趣在。所以我们在元朝，我们并不会去做过多的调味，或者说其他的食材的供应。我们希望大家吃到的是原汁原味最有精神的蒙古烤肉。所以我们会唯一会变化的东西，就是在于我们肉品的提供。最早蒙古烤肉的肉品大概只有提供3到4样，最多不过5样。但是在我们经营的这几年下来，我们认为说可以提供给客人更多的肉品，即便价位很高即便肉品的这个成本一直在涨，那我们还是希望能提供到6到7种。所以目前我们提供7种的肉品，是以往没有以往没有到这么样多的肉。但是我们既然吃蒙古烤肉，那么就是要大口肉、大口酒、大口汤所以说我们就提供特别多的肉品给大家做选择。那请问可以介绍一下这7种肉有哪一些肉吗？我们目前提供的有牛、羊、
鸡、猪、鹿、樱桃鸭。好，那牛肉的部分呢，我们当然有提供，因为有些人喜欢油脂多一点、丰厚一点，有些人喜欢吃比较有牛肉香的，所以说我们就提供了低脂牛跟牛五花，所以总共我们就有7种肉品。当然，未来如果还有机会，我们还会再增加，我们还会再增加其他不同的肉品，但是这个可能要再去找适合的肉品来做增加。现在就是要吃很久都没吃到的蒙古烤肉咯，超级开心。然后呢，我夹的大部分都是羊肉跟牛肉，真的觉得好嫩好好吃，就是有一种蒙古道地的味道，超级推荐给大家。那这里还有一个蛮特别的一个东西，就是口袋烧饼，就是呢可以把烤肉放在口袋烧饼里面一起吃，真的超级赞。吃完这个元朝蒙古烤肉店，然后就是我在台湾吃的，就是第一次体验这个蒙古烤肉。那今天的话，就是我的感想就是，我觉得他们家的那个烤肉，我觉得很赞，就是很好吃，就是很像那种真的在吃蒙古烤肉的那种感觉。那他们家就是吃到饱这样子，然后呢，我觉得他们的就是配料啊，然后就是可以选的那种菜呀。然后就是甜点区、酱料区之类的，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是选择真的很多。所以呢，如果大家也是想要吃蒙古烤肉的话呢，也可以去元朝蒙古烤肉店哦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，希望你们喜欢。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，记得帮我订阅我的频道，记得帮我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会给我很大的鼓励哦。好，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吧，拜拜。